现在应该都开了。
即时咱来今仔日礼拜走啊！摇花要做王到永远，小咱啊，你会上帝要做王到万代，恁着学好摇花。咱即马来唱圣诗第111首。我心中仰望是你宝格，来向上帝来学好。咱对上帝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生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比拉多面前受苦，定是个死埋葬罗米布。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国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公共的教会，
信徒的相通，对下面有对合华因外的话名，阿门。大家咱三角按头来祈祷。听阮的天父上帝啊，感谢你，因为你的信息到万世界，你的慈爱宽阔的这个天，阮每一日拢伫你内底来充满欢喜甲盼望，你是阮上大的主宰，你保守阮一世人。主啊，即马阮拄着这武汉肺炎的攻击，有阿尔法，有 Delta 病毒，阮嘛毋知影这是啥物物件，毋过阮知影这拢伫你的意思、你的意志内底，也求你保守阮的心。拢伫你内底，你的心来帮助阮来忍受在病毒的攻击，也保守阮来健康，保守阮厝的人。主啊，阮也求你，即摆你性情同在，阮来遮线顶来做阵来敬拜你。主啊，你无所不在，你嘛知影阮心内的软弱，也求你即时来帮助阮。你的内底来行你的教示，行你的正道，所以求你赦免阮的罪，互阮清气，互你保守阮脱离遮种种的害、种种的病毒、种种的病，然后阮有快乐的心情。所以求你保守阮下骹在线顶有一个时间来专心来你的面前。阮安尼祈祷、恳求、甲感谢，拢是奉告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接着我来读圣经，约翰一书第四章第1节到第5节。约翰一书第4章第1节到第5节。跟着我来读。所敬的兄弟，这个神毋通拢总信，都着既然这个神是对上帝暗示，因为有侪假先知出来入世间，伊对这个发上帝的神，伊若神有发耶稣基督，已经是着体认到的，就是对上帝来；伊若神无认耶稣的，毋是对上帝来，这也是对基督的神。恁有听伊来，即嘛伊也已经伫世间啦。世间，恁是对上帝来，佫已经较赢因，因为踮伫恁的较赢踮伫世间的，因是对世间来，所以因讲话也对世间，世间也听因。圣经读个正完，听到伊的话，佫听人得着福气。接着要请林牧师来为咱讲道，伊的题目是认真。明仔大家平安。咱即时先做伙来祈祷。至尊至圣的天父上帝，感谢你的看顾甲带领，来甲教会，甲台湾国家共款。行到大家兄弟，渐渐要面临一个选择，就是我有要煮有风邪无，有要煮疫苗无。一朝你想，大家拢有真侪家己的考虑，有的人可能有慢性病，有的人体质家己感觉较差，有的人是无欢喜政府的作为。当然，一遮种种的情绪内底，借着今仔日的金龙单，嘛真拄好，因为上帝差派来的神，也就是圣神，也是差派来的天使。一只求主通过你所差派，互每一个人的心内底有亮光、有平安，会通思考出一条我是毋是通好去住的好的想法。当然，阮人有自由意志。阮人会思考，面对外来的声音，阮有当时嘛无可能会顺服。
总是伫迄个中间，阮免怎顺从主的话，阮免怎知影主的旨意，除了阮来印证，可能阮家己嘛爱常常祈祷，啊，望主保守带领，会开始新的病毒较麻烦，即马叮当碰到即个问题，阮徛伫基督耶稣恩典内底，嘛望主你的恩典分送互房山遮的台湾人，也愿因一主的保守下面，大人会当快快健康脱离遮的影响。啊，望主看顾带领，阮接续落来礼拜的时间，安尼祈祷献上，一切拢奉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咱考者因为我甲上次说拄仔坐伫麦克风头前啊吼，就听着阮两个咧讲一寡，万牧师讲一寡咱教会人甲人的人和人的连结啊吼。当然咱教会即段时间因为无来做礼拜，但是大家沟通啊吼，通过赖也好啊，通过敲电话也好，大家沟通拢有缘在。嘛真下少兄弟吼，逐工拢会甲牧师来。即内底吼有真侪鼓励互相勉励的话。其中吼有一句话真古啊吼。但是最近嘛是来互牧师。迄句话咱拢知影，或者吼认真啊吼，也是讲认真你就输去啊，认真你就输了啦吼。这真趣味。当然伊团伊是要迄个考试迄个政治人物啊吼。你若对即个政治人，你若认真，你就输去。当然，咱对人有时会失望，所以有当时咱会感觉较想我较早做支持伊，即马煞变安尼啦，家己煞输去。但是咱对神啊换一个方向，咱毋免干那对人，咱嘛会当对咱的信仰，对咱的主耶稣，咱若一直认真落去，最后你绝对会赢，而且咱的主嘛袂互你落去。所以，咱来按头来看咱的主耶稣基督。伊一开始出来传福音的时阵，你会当发现，伊对传福音这件代志无马马虎虎，伊真认认真真，甲每一项代志做好，嘛甲每一项代志做好，会当天父上帝交代。这是咱的主伊认真的态度甲行为，是即种态度甲行为内底，造就咱基督教安尼2000年来。这个信仰，这个世间无去。这算咱历代基督徒，包括咱兄弟，咱嘛真认真伫这个信仰内底，所以一人得着救，嘛得着稳定。所以认真这个态度，嘛是一个行为，这真好。特别啦吼，因为大家逐工会传真电话互牧师，真侪人嘛真认真，伫家己的工作、家己的事业顶面。嘛，这内底有一句真勉励的话，牧师嘛感觉真好。这句话就号做人吼，毋通因为一点仔小瑕疵，就来放弃一段认真的坚持。就是人毋通因为家己一点仔毋对啦，是讲家己感觉闹气，就放弃较早安尼家己真认真真实在的坚持。因为安尼无彩，因为咱的态度一只若掠着认真。面对信仰，面对家己的工作，接续落来你的年纪会当安尼真平顺落去。因为人上惊毋是无认，上惊毋是你认真，上惊是你无认真、无计划，安尼人的日子就缥缈吼，就是真空虚。当然对事对人认真是安尼，对信仰对神，咱嘛爱认啦吼。爱认真正的神，今仔日的金门大嘛，你甲咱讲认真，毋是干那对事、对人、对信仰，特别是对神、对人啊。咱会当来看，是安那对人嘛爱认真。当然，这对灵命温数有灵命温数的基督徒这段金门大，相信是真熟悉的一段。凡事咱拢按头看起。约翰一书第4章第1节才开始咧讲。所听兄弟啊，这个神毋通拢总信，独独着试验这个神是对上帝，也毋是。
因为有侪先知出来入世间。和合本的圣经是讲，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都不可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上帝的，不是。因为事实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这则故事较爱台语的翻译伊翻译了真正是较好。一则圣经讲，所听的兄弟啊，当然是咱基督徒啦，约翰写有基督徒。这段圣经内底讲，即则讲毋通拢总是独独的试验迄个神，就是迄个灵是对上帝来的，也毋是因为有侪假先知出来入世间，出来入世间就是一个重点。因为相对性后壁，今仔经文段约翰一书第4章第6节，第5节，遮嘛有佫提到啦遮有讲到真实的真实的神甲差谬的神，咱对安尼捌意啦。这个意思就是你讲，这个世间有假先知，假先知按倒位来？假先知有当时是受到引诱，受到迷惑，家己亲像保罗讲的，家己去捌一寡世俗的小学。就家己当作是一个传道人，还是讲一个假教师、假牧师，出来一只传道理，迷惑人行无好，离开信仰的方向去。这是保罗的书信内底，咱会当看到侪，比如讲哥林多教会的问题，也是侪教会的问题，拢一只来发生出来。所以一只假先知的产生，应该甲上帝、甲咱的主耶稣基督，迄句话无法度离开关系。咱来记咧圣经内底新约，耶稣有讲，伊看见撒旦入伫即个世间，所以人受到撒旦无好的灵影响，家己搁去学习，接续落来，进入即个世间，成做假的先知。所以假的先知出来。入伫即个世间的意思就是安尼啦，所以一只搁转来看，就变成即个世间不只有上帝所差派来的神，就是灵嘛有撒旦所差派出来的。所以人一只有当时你会受到遐无法度看见，也是讲无法度掌握着的灵所影响着。所以这个时阵，人要有一个认真，要有一个对信仰认真的态度。当然，圣经一只第1节讲了真好这一开始圣经就甲咱讲，好听兄弟啊，这个神毋通拢总信。所以形成一只咱的耶稣上爱的门徒约翰讲，咱对上帝。是会当保持一个怀疑的态度。这个怀疑的态度，除了怀疑上普遍的，若无身份，就是讲无上帝嘛若咱基督徒，咱拢知影有上帝，所以比遮咱会当怀疑的态度真侪层次。譬如讲，今仔日即件代志，若上帝的概率，这项代志应该会安怎发展？今仔即件代志，若是我拢凭我家己个人的旨意，甲上帝。慢慢边仔去，若安尼，这代志会安怎发展？所以人一只对信仰会当有一个怀疑的态度。嘛因为这个种怀疑，咱对信仰会当提出问题，嘛互基督教会安尼行2000年到今仔日拢无落去。嘛因为这个怀疑的态度，互咱的生活，互基督徒想到讲，咱会当日日进步，就是因为咱有怀疑。咱就认真去想、去思考，找答案。咱教会逐礼拜是，这应该无师无讲，应该无人知影。咱逐礼拜是去聚会的时阵咱遮迄落长辈除了来遮讲一寡厝面的代志啦讲一寡圣经的代志讲一寡较早
这英雄的事迹啦吼，英雄的事业以外，有当时吼，咱嘛讲个药啊，就是讲咱加减拢嘛性病嘛吼，就是讲爱食啥物止痛药啊，啥物排会较好，啥物排会无好。其实这是一个真好的态度，因为你有认真，你面对讲我只要伊腹肚内底药啊，倒一项较好，倒一项较歹。所以有当时吼，若你讲着，比如讲啊吼，即摆电视广告，逐工真侪药啊，当下你推行嘛吼。即摆咱拢一定有听过一个广告，叫做丝丝有两种的吼。咱来用咱的信用来思考，咱会当怀疑嘛吼。所以丝丝有两种，咱若怀疑讲有两种，若安尼倒一种对咱上好，咱会出问题。接续落来，阮的手机啊嘛吼，频繁摕起来爱去找，原来即种对咱较好。安尼你会即种小所在，慢慢开始培养起家己好的态度。安尼绝对是帮助你家己，这无帮助着别人。为虾米？因为第一，你袂去买着无好的来伤害家己的身体嘛。第二，就是按小所在做起，培养起来，以后你遇到大代志。你就会当提防，袂去用电器。所以一只共款用即个种角度来去讲，先讲加善知啦吼。即集是讲人的长处，人毋通拢总是独独来试验迄个神。当然善知是古早迄个年代有专门的人，即马就是变伊拢去讲咱基督徒，咱基督徒是即个世界的善知。咱来当来讲一个旧约圣经内底的记载，旧约圣经内底有记载真侪假先知甲真先知。今仔日来讲一个老先知，爱是真的。因为即个人真罕得提起人，因为伊所记载的真罕得是主日礼拜会当讲。今仔日咱特别来讲伊圣经旧约圣经有一个老先知的名，叫做哈该。即个老先知吼，伊是主前520年6月的时阵，得到上帝的启示。迄个时阵伊已经70岁啦，所以迄个时阵伊出来为上帝做工。上帝敢若使用伊4个月久，伊敢若出来做工4个月尔，上帝就搁去呼调别人出来做先知。当时即个哈该伊碰到上帝甲伊的启示，是上帝甲伊讲。该啦，你着爱去甲犹太人讲，毋通干那顾家己。为虾米呢？这当然有一个背景啊吼。先知该即个年代，拄好碰到犹太人按马代按平亚红放转来。放转来以后，这人的性啊吼，这嘛无讲伊对甲对啦。咱人就是安尼嘛吼。咱若比如讲，今仔咱是犹太人，咱的祖。迄代的戏互掠去，即摆就是国外出事啊嘛吼，说人的奴隶，总是咱的祖会甲咱讲嘛吼，较早吼耶路撒冷吼，咱有一块地，迄块地大概啥物所在，迄个所在安怎有诶无诶，日后吼，咱即族的子孙若转去，迄块地咱来安怎，一定甲验起来嘛吼，验起来以后咧，当然起厝啊，起厝起好，爱甲国者嘛吼，开始种植，种植完咧。就咧做生意嘛吼，做买卖有诶无？讲到遮到讲着上帝无，所以即个时阵上帝就是叫哈该甲遮个犹太人讲，恁即马吼，恁较早互巴比伦掠来做奴隶，即马大家都平安倒转来啦，所以毋通干那顾家己，咱嘛爱起造上帝的圣殿。接续落来，上帝应允讲吼。咱若开始工作，上帝恩典会不断赏赐予咱。上帝讲是真诶啊，到现主是咱基督徒嘛是真诶。你若有主做工诶人，你敢感受袂到上帝甲予你诶照顾？接续落来，圣经嘛甲证人讲，咱以色列人吼，即个国家若要恢复荣耀，咱来较紧建起圣殿。即句话嘛是真诶。若一个国家啦吼，含咧教会含咧庙事有诶无诶，你若顾袂牢，这是啥物款国家？所以这逐句圣经诶话拢是真正诶话。当时当然伊就安尼出来讲，讲，但是是耶路撒冷在地人，
大部分的人拢无甲遮个话听入，大家拢顾家己。啊，嘛有一部分小部分的人听入去。迄个时阵，省长咱拢知影，就是所罗巴伯、所罗巴伯，啊，佮大祭司耶稣啊，因拢毋甲话听入去。啊，则煞这个省长就开始四界奔波，伊嘛走转去甲各个王讲哦，拜托个啦，啊，看会当还一寡建材，还通去起卖。啊，这大祭司嘛开始信用价格，啊，就安尼走从个下面消息嘛判开去，啊，到北边撒玛利亚个犹太人个地以外，就是较早个北国啦吼。人因遐犹太人，人因就反对，为虾米？因为当年人因撒玛利亚嘛有起圣殿个，啊，因就反对耶路撒冷起圣殿。啊，当时这个省长吼，所罗巴伯伊就真切心。讲吼，啊，咱拢以色列人，敢有需要安尼？啊，但是无偌久吼，这开始在地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因就开始出来，啊，出来要为着重启圣殿这个事工开始做工。较早起圣殿就是想讲吼，过钱贪咩也是无的，是大家吼真正就是放下一切，搬砖仔来搬砖仔，夹砖仔来夹砖仔，有诶无诶，迄拢是靠家己。啊，这先知嘛，这个时阵，伊亲目睭看见以色列人啊，定一个时间讲好，咱就当时来起圣殿。啊，就安尼，伊的人生啊，就是圣殿开始起造的时阵，伊就望主温调，当上帝的身躯边。安尼，这个老先知完成上帝甲伊呼召，是这个人世间4月日的工作。啊，这是一个真诶先知，嘛是一个真诶上帝诶信徒，嘛是真正出来为上帝做工诶实况。当然，假先知袂安尼啦，假先知诶剧情咱拢知影，历史就无搁讲。较解即个先知，伊听到上帝诶启示，伊嘛咧应证。伊诶应证是啥？报虚信用，这是伊上所见诶应证。应证以后，伊就出来为主做工。啊，当然，这内底有真侪值得咱讲的啦吼。比如讲，真侪人拢会真惊讲哦，啊，我若帮上帝做工哦，我来做一世人，啊，安尼吼，我其他要哪顾袂着？啊，若用客家语来讲，上帝一年老的时阵，敢若使用4个月。所以上帝怎样用人，自然有上帝伊家己的想法甲做法。拢是即个中间，咱人甲先知共款，爱做的就是应证。咱若徛一灵命温数，诶，即个层次来看，可能咱嘛爱小心分别。真侪基督徒，现代基督徒爱追求灵命温数，啊，有个人想要做异梦，有个人想要听见，有个人想要看到异象，这种真好。但是问题，你也分别，即个来甲你启示的人。是要固守你的信仰，也是要牵你的信仰离开耶稣基督。因为撒旦上大的工作，就是牵人离开信仰。所以，这个印证，咱家己嘛当去印证。圣经一只嘛，互咱搁进一步，教咱一步，就是咱嘛爱认真、清楚，甲这个按上帝来临。问，讲哦，你今仔日炸即个异象也好，讲这话也好，你的灵的来源一打落，你是按倒来？你是毋是按上帝遐来？所以约翰一书第4章第2节，才甲咱教导，这本的圣经写了较好。本的圣经直接讲。凡灵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来的，就是出于上帝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上帝的灵来。啊，第2个圣经是讲，恁对这个捌上帝的神，既若神有灵耶稣基督已经被肉体领教的，就是对上帝来的。啊，我想这句话从一个真简单的、真坦白的方式，不是简单啊。真坦白的方式，就是人会当问迄个甲你启示的灵，你直接甲问，
你有相信耶稣基督是道成肉体上帝的独生圣囝无？真侪人只要毋是按上帝遐来，伊袂承认。这新约圣经内底记载侪耶稣赶鬼真侪摆，这个鬼大家拢知影，伊是上帝的囝，但是无人要认耶稣做主。所以，若是按上帝遐来，才会认耶稣是上帝的囝，其他的全部拢袂认。所以，这圣经真清楚甲咱讲到这点，要怎印证这个人是毋是按上帝来的？接下来第3节第2圣经则讲，伊若神毋认耶稣的，这个清楚啊，毋是对上帝来的，这也是敌对基督的神。你有听见以来，现在伊也伫世间啊，这就是讲圣神。圣神一定是世间，圣神一定是认耶稣基督做上帝的囝，因为连圣神拢是按上帝遐来。啊，当然，这个神啊，圣经经文内底这个神，无说较爱用灵啊，因为圣灵嘛是灵，啊，真侪记载嘛讲上帝是一个灵。安尼吼，咱较袂乱去啊。讲到这段，就一定爱来讲两个战术，上解无啦吼。有足侪当讲，但是时间问题则讲袂完啦。第一个战术就是灵的原起头，第二个就是灵的工作甲使命。只要是按上帝来，灵的原起头就是按上帝遐来，就连信心嘛是嘛吼。因为耶稣有讲，伊要按上帝遐派保惠师来照顾咱，所以圣灵就是按上帝遐来的。啊，搁倒咱的旧约，咱若看雅各创世纪，伊出去外口困的时阵啊，就讲倒伫遐，看见上帝的天使是天推遐出入入，所以灵按倒来，伊就按倒返去。这个灵绝对是按上帝来的，当然这是属于上帝，会当等于上帝身躯边的灵。接下来讲咱人世间的啊，咱人世间嘛有灵，你嘛有灵，我嘛有灵，咱有一个灵魂嘛吼，咱有肉体甲灵体。总是这个世间还佫有别种灵体，就是咱讲的鬼啦吼，因为伊无主嘛，有可能伊还袂做鬼以前，这个人。伊毋知影通信主，伊嘛毋知影有耶稣通信。所以必须到伊死的时阵，伊的灵体嘛要安定落来。无安定落来，伊就诚做是一个，像耶稣一个吉甲心撞着迄个鬼安尼，伊会死过去甲人去附身一人的心肠，也是讲伊会去互人安尼变做足奇怪的人。这个灵通常甲咱基督徒会相拍电。总是人就是真刁单啦吼，咱即个台湾嘛是有人去养小鬼啊吼，为着要行偏门做生意，要得到钱财，这人甲鬼就相拍电。当然是安怎会发生这个代志，就是因为好主在灵，咱拢知影上帝要搁在灵。问题即摆上帝还袂来，所以特别有一段空窗期啊，这段时间，安尼互这个灵体有时间通了做怪。总是若等上帝在临的时阵，一切才做伙审判，做伙得到报赏。第二个这是灵的来源。第二个就是灵的使命甲工作。咱头前讲到，按上帝遐来，一定是为着上帝做工，所以天使是天对起落落嘛吼，传达上帝的旨意。圣神嘛是按上帝遐来承接耶稣基督的工作，所以变成只要毋是为上帝做工的，这灵体是即个世间安尼咧佚佗，无咧做代志，安尼就形成咱台湾人讲的孤魂野鬼。安尼咱会当理解，只要是按上帝来的灵来行，咱就会当家试验。若毋是的话，咱嘛爱一只家试验。若无咱伊若咧做孤魂野鬼啦，咱是有信仰的人，煞颠倒去互牵去，安尼煞变无彩。所以当然，
上帝来的灵，不只是讲按上帝遐来，按上帝遐转去，嘛有伊的工作使命。圣经内底记载真济，上帝所差派来的灵做真济代志。我讲两个第一个就是一开始牧师前2-3礼拜分享过，上帝来的灵一定是有上帝的旨意。上帝有当时会差派咱去做代志嘛但是也来的灵，嘛叫做上帝的灵，叫咱去做代志。嘛无一定是做离开信仰的代志，伊的目的只是要互咱得到上帝的圣气。圣经旧约内底上明显的记载就是大卫王，咱还阁有印象，大卫一开始上帝叫伊清点百姓的人数的时阵，大卫有去无？伊无去嘛。所以后壁撒旦较紧的接咧后壁来，甲大卫讲，你毋着去清点百姓的人数，大卫无去做清点的动作，所以呢，大卫着去查百姓的人数，所以上帝无欢喜嘛。这就是上怎爱分别的所在。接下来嘛来讲，旧约圣经内底但以理书第5章嘛有一个记载，伊咧记载上帝的灵，伊会安怎做工。咱会当做伙来听，讲当时但以理书第5章有一个记载讲这个时阵是新的巴比伦王伯沙撒王来接伊的老爸尼布甲尼撒，就是伯沙撒王接尼布甲尼撒起来做国王。当时这个新的王少年伊嘛真欢喜，就请因国家内底1000个官员来甲伊做伙食暗饭。这人就是安尼啦就平安就好，无啦，伊就要求标新立异。这顿暗饭所用的器具拢是当年因巴比伦人去耶路撒冷圣殿所抢转来。圣殿内底你使用的圣餐圣杯遐圣遐盘铁迄是上帝用的，因摕来家己用。就安尼，大家一车我宴乐食到一半的时阵空中忽然出现手指头迄个手指头伫咧空中写字，写，迄字阁浮出来，在场真，该去1000个官员嘛，在场真侪人看到，大家话人惊吓，开始走，话人大声喊话，你叫外口的兵，你来斗相共。话人较紧的走去国王的身躯边，甲国王讲较紧去叫但以理来，因为咱拢知影但以理前有甲伊的，算有甲即个国王的老爸迄辈有甲伊解梦嘛就较紧去叫但以理来，所以迄天但以理无来食饭当时但以理听到国王一叫，伊嘛较紧一个就到位以后国王嘛无先甲讲发生啥物代志。这时呢，国王甲但以理讲今仔日要拜托你来做一件代志。你若成功要想属你紫色的袍，佮金链要挂伫你的红棍，接续要佮甲你升做官，做因新巴比伦第3大的官的大官。当时这但以理听到第一时间甲即个新的国王回答讲国王我是你的百姓我是你的官员，发生啥物代志，我一定爱甲你处理，我嘛一定会解说互你知影。所以呢，你要送我你会当去送别人。你要互我官的位置你嘛会当送互别人。总是我的遮个代志，我一定会甲你做好。话讲完这国王就但以理带来，佮一堆人安尼佮回到因头食饭的所在。空中遐迄段字还佫伫咧空中。当时但以理一个看，就甲即个伯沙撒王讲即摆字的意思就是你讲耶和华上帝，你算你国家的运势，到你即代已经煞。接续你人新的巴比伦帝国会互马代取代伊，马代后壁叫人有波斯取代。当时讲话讲煞对边仔人行到半小时。即个当做国王命，你着讲伊个国家到伊即代要煞。
但是呢，人这新的国王真有风度，真有气度。当时人伊就有讲嘛吼，要想事但以你紫色的头，搁迄金链仔，人伊拢叫人来摕互但以你穿的，金链仔甲挂咧。接续后，人这国王吼嘛写迄落写文书，讲吼但以你要升官，做因全国第3国的官。就安尼代志，迄日安尼办煞的时阵，国王就等于困难嘛吼。结果迄暝，即个国王伯沙撒王就去用暗杀去，新的巴比伦国，新巴比伦帝国就安尼结束。即段记载，我咧想真侪人拢一定有听过，但是这毋是要来讲人的作为，即段要来讲上帝的神、上帝的灵的作为。咱真明显咱看出上帝的使者、上帝的灵，伊会运用啥物款的方法，互人理解上帝的旨意。除了是用翻译，互咱基督徒换一个方向，爱转来归信耶稣，是即段记载内底上帝的神变做转化做一支镜头啊，当空中写伊搁留伫空中，等甲但以理来看，看完解说完，迄排字较无去。所以即只有真侪咱会通思考的方向。上帝的能力毋是干那是你的心情，上帝的能力嘛通通过你就诚做上帝的手指头仔嘛吼，甲稳定扎倒伫你的厝内底，哦，你的家、你的家族，甚至是你的国家。留下真好上帝纪念的心片。当然，这是安尼，有上帝的旨意，就一定有承接上帝工作的人。这个人真明显当然就但以理嘛吼，伊要来讲遮歹听话，可能吼伊性命有危险。但是到这个新的世纪，耶稣的恩典，互咱基督徒无遐好做啦。所以主的旨意。承接起来做的，就形成是咱基督徒爱起来做。咱的主嘛，甲咱的使命讲了真清楚。咱是即个世间已经无先知啊，代表的就是咱拢是上帝的代表人。所以咱是即个世间，耶稣嘛甲咱讲，咱干有一个工作，一个使命，就是团队。所以这真明显，咱的主一定真侪代志拢甲切开，拢甲咱讲清楚。接续来甲这个灵来帮助咱，就是要坚固咱的信仰，莫互咱无彩。耶稣已经为咱牺牲，互咱得到圣洁的生活，互咱得到神。通过这个上帝的神，在咱的生活中帮助咱坚固咱的信仰。所以接续来甲经文段，约翰毋只会直接咧讲。约翰一书第4章第4节，直接咧讲：细囝啊，恁是对上帝来的，这是真诶。佮已经较赢，因为伫恁诶较大是世间诶，是对世间来。所以讲话也对世间，世间来听。咱是对上帝来的，捌上帝诶听啦，毋是对上帝来的袂听啦。真实诶神甲参样诶神。咱对安尼捌伊第6节，即咧讲，亲爱的兄弟啊，一切的灵恁拢毋通信，总是爱试验遐个灵是出自上帝的，也毋是，因为世间有真侪假先知已经出来。一只圣经，一只咧甲咱讲，最后嘛是你教育咱爱试验遮个灵，咱是通信，还是毋通信？若是通信的，当然就是出自上帝遐来。但是第4章第4节则咧讲，细囝，恁是对上帝来的。我咧想，咱逐个拢是对上帝来的，为虾米？因为第一，咱出世的时阵，上帝有分一口气互咱嘛吼。所以咱按6个糜仔变做一个人，所以咱有上帝的神，是咱的身躯，是咱的身躯内底，所以咱有灵体甲肉体。
嘛因为安尼，对上帝来的，我上帝听咱的，毋是对上帝来的，毋听咱。才特别说明啊，就刚才这段爱特别说明。这真侪人拢会误会讲，若按上帝遐所车牌来的人，就变做咱会当使用的奴仆。所以人对圣神拢较无敬畏，拢讲我祈祷你圣神就爱去做去行安尼才会通，毋是安尼。这个意思是你讲，捌上帝听咱，毋捌上帝来的无听咱。这个意思是你讲。按上帝遐来的，咱甲伊试验，还是甲伊应验的时阵，伊会回答咱，伊是毋是有信上帝的囝是耶稣基督？若毋是上帝遐来的，就是其他遐歹的人，当然咱甲试验伊，咱会要插啦，因为伊都无信。所以这段话意思是安尼，毋是你讲咱会当甲圣人当作是咱的奴仆啦今仔日叫伊甲咱报明白，伊来报互咱，迄当然毋是安尼啦毕竟伊是神，毋是反映讲，你若是世俗信仰，迄反映讲伊就甲你讲足清楚啦，伊会甲你应。问题咱所信仰的是真正的神，伊毋是迄种反映公式的信仰，伊来就对伊的旨意，要报咱的人生。行是正确的道路顶面，毋是要报咱的人生行是一条我当作我家己上好的道路顶面。这个意思是安尼。嘛直接你甲咱讲，因为咱拢按上帝遐来，所以咱拢自身的耶路撒冷，也就是上帝国，咱拢有一份子。上帝差派伊的使者来，是要互咱行是正确的道路顶面。互咱是天国的迄份，无因为家己有当时安尼有悲伤，有当时也去用砍去，安尼来失去咱所原本就有的福分，互家己搁行转去迄个黑暗歹的权势内底，安尼无惨。所以总合今仔日的经文来你看，基督徒拢会追求认真追求家己的信仰。还是讲，咱有灵命有事的人，咱日日拢会灵修追求进步，这是真好的态度。但是，这个世间毕竟就是有一寡世俗信仰的影响，也是开始有一寡灵命残存、虚无缥缈的启示。这一切拢是要引诱咱离开基督的教导，咱袂当无认真，咱。变得爱认真，把这无好的切除掉，因为咱是对上帝遐来，已经较赢世间，咱袂当再行回头路转去，家己甲保持这个世间黑暗的权势内底，安尼就无彩。咱开始，咱对咱的信仰就认真去追求，半途所失去信仰，今仔日我就用安尼甲大家分享，咱做伙来祈祷。至尊至圣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的保守甲带领。阮想伫即个线顶礼拜的时阵，阮逐人求主保守，逐人的信仰，逐人内底对主的关系，无因为无来到教会内底，就来断线去。因为伫即个世间挑战真济，每一个挑战，嘛拢甲阮的信仰有关系。有当时一句话会阮的信仰切心，有当时一个好话，搁阮的信仰搁烧落起来，拢是伫即个两切心烧落的中间，愿主圣神保守，愿的人生行伫主的道路顶面，无偏煞，也无离开。安尼祈祷献上，一切拢奉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感谢信神用有所的嘴来勉励咱，咱即马来唱圣诗，是279首几条来回应上帝的诗，上帝的话。279首。我主
小会议决咱这教会决定是7月18来恢复这个实体礼拜，目前搁维持这个线顶的礼拜。第二，咱只要拍疫苗的时候，要放平衫，要戴口罩，带健保卡、身份证，愿主保佑大家出入平安、健康快乐。我是对，讲是什么？我说甲大家分享一个咱即摆目前台湾当着注疫苗，大家会惊的所在啦咱可能家己要有一个心理准备。注疫苗啦自古以来足传统的，就是甲病毒死的啦当然是死的病毒注入咱的肉体内底。因为咱人有一个足特别的机制，就是咱有一个 T 细胞。这个 T 细胞，咱卖当甲理解做白血球啦也是讲迄个咱的迄个免疫系统。甲这死的死去的啦死的病毒注入去咱的免疫系统内底，注入去以后，咱人这上得创造人上奇妙的所在，就是咱的免疫系统甲这死的细菌食入去以后，伊家己会转化，伊家己有智慧讲我食着这，所以后届呢，我若碰着这个病菌哇，伊家己无法度甲食死。即摆咱会互咱惊吓的所在，就是用 A G 就是伊是用腺病毒做载体，所以伊是用迄个载体甲迄个死去的细胞包入去，包入咱注入来以后，互咱的免疫系统食入去，食入去的时阵咱的免疫系统就知影讲，我食着这个，所以后一届啦我若无小心，你互人画着，因为我有免疫系统我的 T 细胞知影讲要怎对抗这个所以会产生，毋是讲得袂着病嘛是会得，只不过迄个镜头就无遮严重，毋免像迄电视报的安尼，互伊插讲有诶无诶喘袂过气，有可能有诶人会形成，就是讲好像感冒若较严重，大概就是重感冒安尼啦第二个就是莫德纳甲辉瑞甲 BNT 是一组的啦伊即组共款嘛是用死去的迄个武汉肺炎做基本啦毋过因的技术就是出伫咧，伊是摕伊的 DNA， 来结合伫咱的免疫系统内底，
啊，当然，这个过程内底，因为咱的免疫系统毋免受到遐尔啊大的挑战嘛吼，所以咱会当真好的吸收，啊吸收落来以后，就形成一个保护，啊保护共款，今仔日若有一个着病，哦，咱甲伊讲话，伊困着伊的喙毛也好，也是安怎不管啦吼，咱的镜头嘛有可能会压起来。啊，压起来有可能就是亲像头遮所讲的，因为咱的免疫系统已经有咱保护，所以变成咱的镜头可能嘛是像感冒烘烘，啊若无就是重感冒安尼。啊，另外就是咱国产的，啊国产的，甲即马上新的迄种Novavax 那一个都一样啦吼，就是拢是用蛋白做伊的载体。啊，咱的免疫系统是安尼，咱若食着以后，咱的免疫系统就知影讲要哪去对抗嘛吼。啊，国产的是直接，啊，问题嘛是出伫迄个食着死去的病毒，迄个有的人体质较好的，食着以后，伊有法度甲压落来，所以咱免疫系统你着得到保护嘛吼。啊，有的人体质较歹，食着的时阵吼，啊，着压袂落来，所以有的人注意也会死。啊，就是发生一段。啊，咱国产的甲上新的讲迄防护力到100的迄个Novavax 迄个啦吼，啊，迄个是因拢是用蛋白体，啊，意思就是即个物件注入来以后，咱的免疫系统袂去食着，但是伊会直接当咱的免疫系统外口吼，形成一个蛋白质一个膜仔的意思。啊，甲迄病菌来的时阵吼，伊就直接发生作用，甲遐病菌甲伊消灭去。啊，但是这有一个歹处啦吼，就是像咱咧治流感、流行性感冒共款，因为咱今仔日治的，不管是辉瑞的啦吼，还是讲 AZ 的，还是讲迄个莫德纳，大家原起头所使用的迄个死去的病菌。拢是武汉肺炎上原始的病菌，所以比较抵抗这半毒变异体啦吼，就是咱咧讲的什么英国变种啦吼，是迄个印度变种，伊遮逐间疫苗的抵抗力拢无共款。啊，像即摆咱有的人会嫌 AZ 嘛吼，但是 AZ 伊对原始的防护力80几70几。但是伊若对英国变种的吼，伊会较悬，伊会来到80几、90几。啊，辉瑞伊就是拢仪器嘛吼，伊就是拢90几有诶度。啊，若是咱国产的，这甲你的迄个伊会直接等你的免疫系统外口形成保护的啊吼。即个种诶，为当时防护力若是100就是0啦吼，所以伊有一个真歹选择的所在啦吼。老师是老实讲的。啊，这科学就是安尼，啊，所以变成其实有3种选择，但是问题就是这三种吼，逐种拢对咱有利益，嘛有无好的所在，所以是讲会互大家佫愈歹选择。啊，老大人拢足惊副作用，所以外国啦吼，还是讲咱台湾拢会提倡讲，咱做迄国产的，就是安尼。因为甲迄病毒要食入去的时阵，体质较歹的，也是迄个慢性病的吼，拢会一个就会牵的，就往主问题去，这是安尼啦。啊，所以一只特别嘛是爱，老师无讲过会讲，大家一定爱做啦吼。咱大家当思考看卖啊，啊你要选择啥物会较好？啊当然这无法度甲大家勉强啦吼。啊但是老师若甲代志。科学这方面讲无清楚，我你想咱大家会较好做判断，啊，咱应该选择什么款的疫苗去做。啊，目前咱台湾就是买袂到啦，坦白讲就是安尼。啊，若买会到吼，台积电迄吼，红海迄主导就买着，人因一针已经花甲美金吼遐尔啊悬啊，嘛是买袂到的情形，所以咱可能家己爱思考好势。当然，要去注册以前，咱爱甲医生参详好好。啊，上解好，人这医生嘛有讲，就是你即马若要去讲要做物啊，以前爱甲医生
迄个互伊看过嘛吼。啊，你着甲伊讲，你有啥物款的镜头，你有你食啥物款的药啊？因为毋是你排着地当住，真侪人嘛，因为伊有食啥物药啊，啊有啥物款的迄个慢性病，啊去了吼排队排半晡，结果嘛医生叫伊转去，讲伊袂当住。所以一日内底吼，毋是讲要家己想好要做着有真侪关卡，咱来一关过一关安尼。啊，上重要是甲医生参详无好，因为毕竟这真专业啦吼，啊，佮甲人命有关系啊。所以一只牧师就讲安尼，甲大家分享。啊，第二个就是牧师甲江执事，啊，佮牧师娘吼，爱甲大家感谢的所在，就是咱线顶礼拜吼，上欢乐的是啥？上细声啦，啊无吼，就是破声，啊无是有话无话。啊，当然，牧师真感谢咱教会真不来的兄弟啦，毋是干那一两个尔，过去要有4、5个以上，咱逐礼拜吼，咱会甲牧师啦吼，也是甲牧师娘回报讲吼，今仔日声音袂歹哦，啊，今仔日有较细声，今仔较大声，啊，一早牧师拢爱甲你感谢，因为牧师阮一朝阮听到，啊，你若甲阮回报吼。啊，阮会较平安，嘿，啊，所以一只安尼，甲大家说多谢，啊，我讲上好。咱牧师实在有够认真，啊，咱即马用2分钟的时间来讲道吼，特别为着咱屏东放山吼，毋知大家知影放山里头放山吼，要做滴吼，应该迄牧师娘的够用无啦，啊，大家为即个特别为着即个。放山的疫情吼来祈祷，来。地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灵的相通，对即时间地地
直到永世大无尽。阿门。有必会。